你不能最后一个上电梯，就是你会害怕那个逼的时候。整张专辑其实是我这将近一年的心路历程。因为我以前就非常没有自信，所以我就是减肥，做了减肥这个决定，然后有一种想要向世界，就是说我不想要妥协这件事情。你自我怀疑过自己，说适不适合走这种路？当时是因为外形比较丰腴一点，所以受到一些外界的批评。其实大家对我的评价都是说，他们真的不会去看外表，就是大家真的不会去看，是我自己很 care 这个。我觉得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好像也不是外人对我的看法，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对，就是一直是我自己在否定自己。对，我不是那种有被霸凌过的人，可是就是通常都是那种，就是可能朋友聊天，就是说啊，你很就会讲什么那种，就是像电梯的事情，就是在电梯的时候，是不是？对，在电梯就是你不能最后一个上电梯，就是你会害怕那个逼的时候。对，或者是你是第一个进去哦，你如果是第一个进去，可是如果最后逼的话，大家还是会看着最胖的那个人，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有被这样过吗？有啊，就也没有很长，所以我很讨厌搭电梯。因为你的个性会不会是比较偏？虽然看起来很乐观，但是通常会把感情就压抑在心里。那你最近一次爆发？最近一次爆发啊，上礼拜吧。因为要发片的压力很大啊，那时候还没记者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压力很大。那时候是怎么办？我一直在怀疑自己，就是说子鸿老师那么肯定我啊，可是我真的有达到他说的那样吗？然后就是一直在怀疑自己，然后在家里就是看到我家人其实也看得出来我怪怪的，可是他们也不会特别去问。然后到有一天我真的在家里就是我也不是大哭我就是整个脸臭到不行，然后我就是一直睡，然后不起来的那种。然后我妈就觉得不对，真的要来跟我聊聊，然后就跟我聊，反正她就是开导我，就是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啊，你就是有这个能力，老师才会肯定你嘛，就是反正就是这一类的鼓励。然后那时候就想在我妈的怀抱里哭了蛮久的，对，哭完就好多了。那我在北中南总共有5场的成品新歌的巡回，那大家有空可以去。还有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是我的新歌首唱会，在12月13号后台咖啡，只要凭着我的专辑就可以免费入场了哟。